国立台湾交响乐团伫咧后礼拜六呢，要举办一场台湾传统民谣做主题的免费音乐会。这场音乐会会甲台湾1930年代到现代24条经典歌谣重新搁甲改编曲，用这管弦乐团重新呈现，也邀请到这些歌手做伙来演唱，互不管是倒一个年龄层的听众，拢会当伫这场音乐会当中听到家己年代歌谣。台湾人拢真熟悉的传统民谣《丢丢东》啊，由国立台湾交响乐团重编，用下弦乐器呈现新的模样。国立台湾交响乐团12月14要伫两厅院艺文广场，用24条台湾自日本时期到现代的经典民谣重编，免费演给观众听。从1930年代，我们民谣的一个开始启蒙，到之后的一个战后的一个音乐的蓬勃发展，以及之后民歌，还有到现在流行音乐一连串的音乐，让大家去回味这样一个历史。音乐会也邀请做雅文等8位台湾歌手，伫交响乐团的伴奏之下，唱一寡台湾的经典歌谣。除了欣赏音乐，主办单位也希望观众会当哪听、哪了解每条歌背后的故事。伊写这个歌的时阵吼，拢有一个故事嘛，有一些故事嘛，或者是不管是感情，或者是对于这个整个台湾文化的一些的感想或者是想法。写成词曲之后，那这些故事到底在哪里？我们要把它挖掘出来。所以每一首歌开始的时候，我们会把这些很温馨的小故事呢，能够在 LED 上呈现。主办单位甲这摆音乐会重点集中伫1930年代到达的经典华台语歌谣。制作人李明志讲，为了增加互动性，现场的大型荧幕也会甲歌词展出来，互观众对咧唱哪了解台湾歌谣的文化故事。记者阮李玉凯台北报道。